各位美女主持人、现场贵宾，大家午安，欢欣，谢谢。大家午安。各位，谢谢爱河桥呢哈，哇，咱的大哥，陈真大哥跟那美红姐哈，那两个哈，真的高手，足厉害，有够好唱啦！而且你也看嘛哦，男的帅，是啊，女的美，是哦，尤其是咱姐姐今日唱这首，哎呦喂啊，哦，有够水的啦，谢谢啦，哦，这哦，这唱这首吼，迄差不多剩20岁呢，是啦，等青春等少人，咱陈真大哥这首吼，哎，这是定做的吗？定做的啊，我就看了知影，而且顶头佫有金条的，佫有旋啊，你旋啊，佫有旋啊条的，是啊，真正有够，哦，这高贵的，大爱较隆重，爱隆重啦吼，是啊，
这不是跟他酸啊调呀？你看伊这吼边边还有蓝宝石呢。哦，这书假值的啊，这书无俗，这书真正的。啊，这若下台的时阵，唔得爱先甲收好的吼，啊，无就去用抢去。无等下去用捡去。这袂啦，袂哦，规伊个。全部家当拢伫咧今年了，量身定做的，量身定做的啦，哎呦，真正是啊，手工缝制啊，对啊，吼，真好真好，非常的注重。你看嘛，咱这衫裤，这嘛个哦，镂空的，佮兼蕾丝的啦。哦，啊个顶头个裤子，真正有水的啦。对啊，你看头前个拍，头前个拍目睭偌长嘞，你看。咱这就是等咱这摊吼，等足久啊，你知无？对啦，等几个月啊。所以讲啊，一工添一粒珠啊，一工添一粒蒜椒安尼啦。有真正够工啊。等要200-300工无啦，等要半冬啦吼。3个月安尼。是啊，哇，真好真好，3个月安尼，所以讲伊的身躯吼拄好90颗蓝宝石安尼。是。感谢啦，谢谢。是无简单。建议唱这条歌哦，真正有好听的吼。对。功力拢无退步。对。完全无退步。啊，你等那个陈天大哥外口有咧表演，那无咱？哦，还好啊，有啦，有啦吼，我就知影，听就知影。平时拢定定有咧唱歌啦。对啊。哦，定定咧唱啦吼。虽然讲疫情期间嘛是拢有咧唱啦。是啦。哦，有咧练啦吼。疫情是比较少一点啦，比较少啦。哎，还是有在家里练的吼。对啦，家里要练啦。哎啦，你果这无唱吼，一定退步的啦。退步，哎啦，你看咱这无退步，就是逐工拢有咧唱。是啦。逐工拢真认真咧唱的安尼啦。哦，安尼，谢谢咱的大哥。感谢陈天大哥跟美容，谢谢大家，欢迎哥再来哦哈。哎，谢谢感谢，好吧，真正是，这两位做好。